你同埋你啲仔女同埋你嘅家族呢，就永遠都係普通人、普通家族，明唔明？其實大家係咪好好奇我哋呢啲搞資本上市嘅人，平時係點樣教育我哋自己嘅仔女㗎？尤其是係響財商方面啦。嗱，我講呢樣嘢之前，我就想澄清下，我並唔反對所有嘅父母呢好愛護佢自己嘅仔女嘅。呢個話題呢，就純屬係財商方面嘅討論嚟嘅啫。咁我就同我個仔討論關於佢未來出國去深造，可能呢就要去幾年，咁個使費就可能要幾百萬。咁我就問我個仔：你想我俾錢你，定係你想我俾你財商嘅知識？咁我個仔就梗係答我：老豆，我想愛財商嘅知識啦，梗係。好啦，咁我就同我仔講：嗱，你先擺開老豆錫唔錫你呢樣嘢先。咁我哋就計條數。咁阿仔，如果你講你愛去英國留學3年，咁我可能就使幾百萬噶，睇你讀邊科啦。咁我幾百萬，阿仔，你有冇計過條數啊？如果我哋向資本或者數學方面，甚至乎喺財商方面去睇，咁我哋講400萬就好啦。因為你去留學，未來呢3年都係俾現錢噶啦，你都攞唔到 scholarship， 啱唔啱啊？咁我就講現錢400萬，你去買間鋪，好旺噶啦，響 KL。咁我通常都租得出噶啦，咁旺嘅地方，我哋計啦，大概4%或者5%嘅回酬率。咁我哋計4%就好啦，個租金。你都攞15千、16千。如果依家你去留學3年翻嚟，你有唔有信心響10年入邊賺翻呢400萬？嗱，我哋冇講肯定嘅，但係你有唔有呢個信心先？咁阿仔又講：哇，老豆未必有嘅喎，呢個好難講嘅喎。咁我又問你另外一個問題啦。咁如果你講買咗一間好旺個鋪，400萬現錢唔使供，咁樣你一個月收租，可能你都收15,000蚊個月啦。咁未來嘅3年，你會唔會有可能個租金可以起5%，甚至乎10%呢？有咁嘅可能㗎。咁你講你每3年，我就可以起個5%嘅租就好啦。咁我只是講10年後，你坐底都可以起咗一個15%嘅租金啦。咁我只是講最少預計嚟講，你未來10年過後，你收嘅租有可能係收到18,000甚至乎20,000蚊個月嘅。咁我哋唔可以講呢樣，我哋講依家你即買就即收租。咁我1個月就收15,000蚊，1年你就收18萬租。咁我去外國深造嗰幾年翻嚟過後，咁你覺得你自己可以賺幾多錢個月啦？我哋就計頭3年你去攞經驗先。佢就講：老豆應該翻嚟應該有5,000蚊坐底啩。咁我就當你有5,000蚊坐底。每3年你可能會升職加人工加薪。咁你計埋，我哋計埋條數嚟講，即使到你40幾歲。